初一行村拜拜，伫咧高雄的关帝庙，人丁吵，庙方是提供3万分5块的钱宝，要互遮的信众来领。因那伫咧南投的指南宫服务柜台，就还未开，就有一大群信众排队排到300公尺这么长，就是要来借发财金，希望新年大赚钱。 为庙门大厅一路延伸，长的排队人潮，拢是为着要来领钱母，希望转年财运会当更加旺。加上拜拜的人潮，现场有过超过1000人。心诚则灵呐，反正我们就放着看正财啊、照偏财啊，什么都有这样子啊。当然是有是最好。29号早9点外，高雄虽然出大日头，不过体感温度无到15度，也是真侪民众早起来拜拜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准备钱母3万分，嘛因为钱变较薄，甲钱母的金额为1块变成5块。今年过去是拢1块的啦，啊，今年我知影即马1块较薄，今人较无人要跳，所以改5块的啦，啊，这钱母改5块的啦。 啊，这过平安桥，原来会会送。高雄有人排队领钱母，南投指南宫嘛伫服务柜台也未开门的时阵，就已经有长300公尺的排队人潮，大家拢想要来甲新民借金，保庇生意兴隆，也是事业会当顺利。有没有带给你好的运气呢？多少都会有一点啦。 怎么说？运气上或者是生意上都会有。给能杀下屋了。现在我们早上就是还没有开门哈，借还金的地方没有开门，就排很多人。现在目前大概排了300公尺以上。指南宫表示，民众借现金的时间扣除29暝，为每一天早时7点到暗时9点拢会当办理。2024年借出的发财金超过4亿，不过信徒还了超过7亿。今年大年初一嘛发现人潮甲去年同期比起来。 增加2成到3成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林昭宽高雄南投报道。